来看国中哦，今年推出一个数位展览，利用投影、互动科技，还有浸水式剧场等技术，甲一寡国宝哦，用上新的科技、无同款的方式来呈现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伫溪流和塘桥的声配合之下，入来到展场的布景，就敢若伫咧山林之间，这是万福双风图的立体化呈现。同款是故宫顶馆国宝的溪山行李图，是利用机械的装置和动态的投影，甲规北图加各种各种的细节，这拢是故宫北院上新推出的真正故宫数位展的内容。松风的声音，透过这个电脑的科技，让人家去看见这个看不见的声、听不到的声音。好，那在肉形石方面呢，我们就让观众类似说拿着肉形石这样翻转啊，去看看肉形石的这个不同的层次。8台的这个4K 投影机构成了20K 的一个这样的画面。那希望整个把观众都包覆在里面。平常时摸袂到的脆肉白菜，佮有肉形照这文物，即马只要摕4个地出来，凊彩转一个，每一个角度都会让看得较真清楚。停伫定点，佮有相关的解说。展场之间，佮使用8K 的摄影机，多角度来翕6件文物，互民众会当好好来欣赏文物的细节和纹理。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印象派这些大师的作品呢，其实在各美术馆里面的。都一一的把它做成沉浸在里面去欣赏艺术之美。往往你们以前在看文物，就是看到它的表面，事实上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。数位技术发展，互过去大家真歹看会到的珍贵文物，会当有更较近距离、更较有路的呈现。故宫是结合各大的数位艺术和影像的制作、互动这领域来打造互动装置，真正式剧场这展，再来上新的观点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